欢迎回到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今天我们会带你参观位于列地省的法拉恩萨比纳镇。本镇绿草如茵，海拔482米高，约有14000名居民，散落在山谷里的新旧村庄。法拉恩萨比纳镇因其古老的自治会院区而为世人所知。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法拉恩萨比纳镇，我们离罗马城只有几公里，居民约有14000人。这里占地54平方公里，放眼都是美不胜收的山脉。我们努力为居民和游客构建一个历史与传统交集、不断推陈出新的体验。这些体验来自很多小村庄、小山谷、小社区，他们共同构建了美好的法拉恩萨比纳镇。我们现在的市民广场，这里就像是所有市民的家。广场上还坐落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有很多让人称奇的地方。这个修道院是一个公共的修道院，现在也仍有修女，所以这里保留着绝对安静的规矩。实际上，修道院里就有一个独特的静默博物馆。博物馆经政府的保存，不仅外貌尚存，而且仍可以作为修道院使用。连同静默博物馆一起，我们有着保存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的考古博物馆。走过村里美丽的街道，我们会欣赏到2座主要的广场：加里波第广场以及都摩广场。我们镇的大教堂圣安东尼奥大教堂就坐落在后者，建于16世纪。教堂里面的装饰都是由艺术家曼尼蒂亲手打造的，代表了当年这地区最高水平的艺术成果。越过法拉恩萨比纳镇的山，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镇上的奇观——法拉恩萨比纳镇自治会院区。这个院区看起来冠冕堂皇，今天也成为了游客的必到景点，可算是汇集了全镇文化以及宗教的精髓。我会建议你花几个小时欣赏我们的景色，尤其是看看镇上据说是全欧洲最大、最古老的橄榄树。当然，不少的参观镇上的其他村庄，尝尝地道美食，包括我们视为黄金的法拉恩萨比纳镇本地橄榄油。
我在此诚邀各位观众前来法兰恩萨比纳镇游览，我敢保证，绝对物超所值。我们来参观一下法兰恩萨比纳镇的自治会院区吧。我们身处的法兰恩萨比纳镇修道院，以及其自治会院区，充满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痕迹。虽然如此，院区却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6世纪。9世纪的卡洛林皇朝时期，这里曾经兴盛过一段时间，更被封为皇家自治会院区。虽然其后再从11世纪开始，我们慢慢的衰落，尤其是在宗教地位方面，但是我们在教会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例如，我们的院长都会被教皇封为红衣主教，有些甚至能参与到教廷的管理之中。修道院的发展有赖于我们以往的院长，其中一位红衣主教的贡献尤其突出，乔瓦·巴蒂斯塔·克辛尼红衣主教。他在15世纪末为修院建造了带卡洛林皇朝时代风格的新教堂。这教堂到现在还是我们的重要建筑，例如漂亮的钟楼以及科马提式地板，后者在之后的几世纪里还不断得到了修缮升级。接下来，从建筑结构来看，这个教堂逐渐扩张，因此，我们有一间400平方尺的大房间，这里目前是牧师礼堂。这个大殿是在17世纪建造的，其装修充分反映了当年的风格。现在我们用作会议、展览以及会展用途。图书馆的这几十年的发展则有点不一样，现在它是国家图书馆系统的一部分，属于国有的，但是管理权则下放到修道院。馆藏方面，即使经历各种战乱，藏书散失，我们还是保存了不少古籍，例如11世纪的圣经，这是我们院里自己编写刻印的。我们妥善保存着这些古籍文物，可以让来访者参观。
每年数以千计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到这里的神殿，欣赏与拜占庭时代有关的宗教装饰，也可感受到院里的文化气息。同时，这里环境舒适宁静，是放松、冥想以及内省的好地方。我们本笃会全人欢迎你来参观，正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待客人犹如待上主一样。在法拉恩萨比纳镇一栋富有历史感的房子里，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地的菜式与其他产品。欢迎来到马丁尼大宅，这里兴建于15世纪，现在主要用于各种宴会活动。我们的食物酒类都与本镇的土地息息相关，我们使用的都是本地新鲜食材。我们目前所在是古老的餐厅，这里一度是整个大宅的中心。实际上，整座大宅曾是修道院。我们的美食之旅就从这些开胃菜、肉与奶酪冷盘开始吧。猪脸夹肉是本地主要的食材，而猪肉本身也是同样重要的食材。站在这里的是我的妹妹，以及我的太太克里斯蒂娜。我们3人一起为我们的朋友和客人们提供遵循当地文化传统的本地美食美酒。作为开胃菜的一部分，还有着一道汤品，这是本地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南瓜汤，里面加入大麦以及香脆的培根，当然不少的淋上几滴萨宾娜橄榄油了。另外一道必备的本地菜是猪脸夹肉豌豆面条，也是淋上萨宾娜橄榄油的。除了这道菜以外，另一道萨宾娜地区驰名菜是新鲜的鸡蛋意面，加上番茄与橄榄。我们会叫这道菜为萨宾娜之面。我们还会撒上马玉兰，这里昵称为迷之香气。放在面条旁边的是不能错过的布伦塔，这些黄色的布伦塔上面铺了肉肠以及简单的酱汁。现在让我非常自豪地介绍本镇出炉的面包，可以蘸萨宾娜橄榄油吃。
说完这些前菜，我们来尝尝主菜以及配菜。这个是烤箱烤乳猪，外观好看而且好吃。这其实是头野猪，因为我们不想随波逐流，但又想采用本地的材料，因此就采用了这里很普遍的野猪。这个烤猪是用新的红酒腌制的，酒的年份需要很讲究。烤成以后，与蔬菜、洋蓟以及本地橄榄配着吃。这道菜是猪手与土豆，简单粗暴地提供大量营养以及热量。除了主菜外，我们还有这些配菜，介绍一下。第一道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野香菜煎蛋卷。为什么这道菜这么特别呢？因为农民在干农活的时候会采到不少野香菜，为了不浪费食物，他们的妻子煎蛋卷的时候就会加入香菜，他们就会和面包一起吃。玉兰花在这里也可以下饭。说到甜点，我们选了一些让你尝尝，尤其是能代表萨宾纳地区特色的，就是这些杏仁脱肥糖、能佐酒的糖果以及果子酱甜甜圈。我们很喜欢这些甜点，基本上一吃完正餐就会拿起这些来吃。而如果你仔细看看这甜甜圈的简洁外观，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菜式一样，简单但美味。美食怎么能没有美酒相配呢？这酒是由本地原产的野葡萄酿制的，虽然它是野生的，味道倒也醇厚。我们希望您能造访法拉恩萨比纳镇，来到这个就在罗马近郊，距离列地非常近的小镇。法拉恩萨比纳镇的大街小巷都会打开双臂迎接各位的。我们在此恭候各位的来临。继续我们法拉恩萨比纳镇之旅，我们现在来参观考古与市民博物馆吧。我们现在身处法拉恩萨比纳镇的考古与市民博物馆，就在建于15世纪的布兰卡勒奥尼大宅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在18世纪时曾经大修，但现在的壁画以及地板都是最初的样子，丝毫没有改动。博物馆的馆藏分为2类，分别来自2个不同的考古遗迹。第一个来源是个名为克里萨宾纳的村落，那里诞生了2位名人，铁达什塔兹奥以及努马庞贝努，后者是罗马第2任国王。第2个来源是埃里屯的集市，那里曾是萨宾纳人抵抗罗马侵略下最后的城镇，又是边境城镇，因此地位显赫。这座城池的遗址还带着一份皇家气派。在第36号陵墓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陶瓦的碎片，它的工艺与当时的技术水平相比十分独特。在我们从阿里屯发掘的文物中，还有这根神杖，它是当时罗马宫廷占卜官用来预言未来的。在当时，占卜官的地位崇高，是民众领袖。我们收藏的神杖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发掘出来的神杖最古老的也不过就公元前3或4世纪。因此，我们的这根神杖非常有价值。另外一件特别的馆藏是科里石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掘出的唯一一块记载了萨宾纳人事迹的石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掘出的唯一一块记载了萨宾纳人事迹的石碑。
博物馆的市民部分由玛利亚·路易斯·阿根涅尼博士负责，而我们考古协会则负责考古部分的管理。最后，我们博物馆的静默博物馆部分位于萨宾纳地区的法拉恩萨比纳镇，里面陈列了那里修院修女的日常用品。我们可以从馆里无声的环境中仔细倾听这些用品发出的声音。我们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星期五、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其他几天我们也对预约参观者开发，欢迎你来电预约参观。你也可以造访我们的网站3w.investganda.org 了解更多资讯。我们在此恭候您的光临。这里摆放出来的都是我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既是个人爱好，也是为镇出一份力。我在周末营业，但是如果有人要求的话，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开档。我在罗马住了50年，觉得累了，退休后回到这里，毕竟是自己的故乡。我一直都想在这里住下来，因为这里景色优美。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妈妈、姐姐的怀抱中，我得以喘息放松，过着平静的生活。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有幸邀请到法拉恩萨比纳镇文化大使，他会伴随着我们来发掘法拉恩萨比纳镇有趣而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法拉恩萨比纳镇值得游览的地方不仅是古迹、教堂、历史建筑物等，还有其盛大的巡游与户外节目。在法拉恩萨比纳镇，我们的法拉恩萨比纳镇音乐节远近驰名，爵士乐把7月晚上的炎热一扫而空。同样在7月，我们会举办重演中世纪生活的活动法拉营地。这是个重演历史的活动，情节基于历史事件，即法国国王亨利4世进入法拉恩萨比纳镇，得到本地居民认可的场景。届时，全村的村民都会盛装打扮，挥舞着旗帜和铃鼓，还会准备中世纪的食物。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名为环萨宾纳的单车比赛，通常于4月25日举办，目的是为了推广整个地区。最后，我想向你介绍的是法拉恩萨比纳镇集市，最早于15世纪开始的，春秋各举办一次，但到了19世纪就逐渐式微了。近年我们又把它举办起来了，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集市的举办变得制度化，举办的目的明确下来了，即在11月到12月底的时候推广我们的农产品，尤其是橄榄油。如今的法拉恩萨比纳镇集市有很多不同的摊档，有的在卖食物，有的则展示出自己的手工作品。多元化的产品种类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流。如果你打算来参观集市，你可以顺带参加由自治会园区专家带领的游览团去欣赏整个园区。在院区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中世纪市民博物馆。在2000年由设计家埃曼纽·鲁兹亚提成立的。馆里以非常创意而形象化地展现了法拉恩萨比纳镇中世纪的面貌，包括贵族的生活、集市的活动，甚至修院里修士修女的生活。这个烤箱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我今年40岁，
是管理整个地方的负责人。我需要事事俱齐，因为烤箱的状态需要保持与500年前一样干净。这些面包也是根据古时的方法烘焙出来的，酵母、面粉与水混合，然后放进烤箱里1个小时。除了面包外，我也用这个烤箱做披萨，什么类型的面食都可以做，甜的、咸的，甚至果酱馅的面包也可以烤出来。这些食谱都是来自我的母亲，她活了100岁。这些食谱想必已经不止100岁了吧。这是我的儿女，我们的面包房都是家庭企业，代代相传。我很希望游客能到法拉恩萨比纳镇走走，看一下这里优美的景色，花草树木、森林小径等，都很适合一家大小。因此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看这里。法拉恩萨比纳镇的美貌就等着你来发掘了。要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的各集内容，请造访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法拉恩萨比纳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